咩聲？今日就約咗我拍嘢，冇講任何主題啦，純粹話幫下手拍下嘢咁。而家就我落中環飲杯咖啡先，因為佢約咗我喺中環。我想問呢個係第一集嚟嘅，冇錯。大等哥咁樣衰嘅做第一集喎，又話我，你真係死過，真係我你咪想啊，因為成日飲住所謂嘅一日偽男友啦，就係想大家用男朋友嘅身份去了解下對方。我覺得幾啲咁飲酒就會醉噶啦，好正常。，baby 咩啊？愛情係唔知甜定苦噶，同你已經係甜啦，原來已經開始。好辣咩？好攻鼻啊！你有幾唔食？你幫我吹下。我但係好唔，點啊？好甜啊！覺得唔係真嘢咯。你咪溝緊我噶，定溝師傅㗎你啊？啱啊，合作係啱嘅。有愛嘅表現。低住。點呢導演 Hello，其實咧咩咧今日？今日咧約咗一個人，係另外仲有一樣嘢嘅，係會有特別任務要做嘅，要對方主動幫你影3張相，一定要合照，我3張合照，係啦，善慶街係啦，善慶街。咁呢度咧，其實咧都好多特別嘅餐廳啦、cafe 啦，同埋酒吧喺度。唔係嗰條狗係嘛？點解想問你？我都唔知。好啦，咁其實咧係有個主題嘅，就係偽男友，係偽男友，係啦，佢哋即係咁樣。係 baby 咩啊？好核好核突，淨係我哋關係核突，你講清楚。大佬啊，我哋都幾晚啦，見過。所謂嘅一日偽男友啦，就係想大家用男朋友嘅身份去了解下對方，互相介紹咯。哦，係啊，商介紹佢話聲稱導演話190，我唔知啊。rock 哦，你好。咁我識佢係飲酒，唔係佢飲嗰啲酒識嘅啦。係咯，你做嘅酒吧度識啦，係啦。咁然後我做 bartender 啦，有人客啦，係啊，有時湊下佢啦，因為成日飲住酒。我覺得幾啲咁飲酒就會醉噶啦，好正常啫。OK。係咯。其實我 Ramos 對阿 Rock 呢個男仔真係冇乜印象。其實第一個感覺唔錯嘅，起碼我中意嘅樂觀性格先啦。咁既然大家又中意飲酒嘅，我就建議去附近愛開嘅居酒屋飲住酒溝通一下啦，睇下我哋之後有冇火花啦。係啦，偽男友一個店面啦，係啦，講多啲，即係佢其實個店長個名就叫 Masa 佢先，咁然後佢後邊咧係卡，咁加埋 Masa 卡咧，其實係有2個意思嘅，即係真嘅咁卡。呢度介紹下有啲咩好食啊？飲殺車嘅，同埋肥沙街入面係啦，咁嗰啲西碟嘅嘢食好食，佢個牛脷好食，我記得係，同埋壽司度豬係咯，咁你會點叫你另一半 baby 咯，即係你當街都會叫 baby 嘅。係啊，即係我例如好似去餐廳食飯都baby。咁或者佢會有英文名，例如 Alex 啊、Eric 啊，都會嗌。唔係喎，叫 baby 嘅喎，喂咁樣咯，因為喂唔係因為我知有啲人係出到街係會叫翻佢英文名嘅。哦，即係要解格咁樣。飲杯啦，飲杯啦 ，baby。你得聽？呢個係冇咁苦嗰個嘛？頭先你講係啊？你唔係同一杯嚟咩？唔同㗎。係喎，呢個有邊黐線嘅啫，做咩識魔術？唔知㗎，呢個撈嚟撈去，愛情係唔知甜定苦㗎，同你已經係甜啦，原來已經開始。Hi Gaza，
咁然之後咧，佢冇，反而冇留後邊嗰陣，所以佢就乾爽個感覺。都幾好喎！好似。喂，你優點我終於開始發現啦，你係識日文啊！呢個優點嚟。咁你咪識韓文咯？你假韓人。你幾耐冇拍拖啊？講唔講得㗎？觀眾講得3-4年，咁唔係好耐啫，3-4年。嚇，疫情前嘅咯喎。俾我解釋下先，因為之前做酒吧啦，咁啊做媽媽啦，做好多嘢啦。有睇我哋個台就知道我哋會揾埋嗰個 boy 啊。咁所以好多客咧就覺得話，我哋今晚又打一個返屋企啦，我上個禮拜唔打一個返屋企啦。咁我真心即係想溝嘅時候，之後會覺得唔係真嘢咯。係啊，我試過多次啦，即係有冇玩啊？即係其實你係有遇過有啲人，你係對佢有即係有了解啦，唔好話即刻話想一齊啦。我都幾容易中意人嘅。你幾耐冇拍拖？我應該有3至4年我都有。咁你嘅定義係咩先？咩叫拍拖先？我又因為我啲朋友話啦，例如話我拍2-3年先真係叫嗰個叫做真係拍拖。時間同個愛情嘅深與淺，我覺得唔拉啦。我覺得類似，但我又冇得咁深入嘅。但係我覺得我試過真係3個禮拜我都覺得係拍拖嘅。喺日本。我自己拍拖定義就係大家感覺到對方嘅愛，同埋即係真係講出嚟喎，我哋拍拖啦咁樣，即係兩件事，感覺到愛同埋拍拖就得㗎。因為嗱，我唔知你明唔明啦。係呢首係偽男友嚟㗎。OK， 即係你雖然可能有啲人係拍咗唔耐，係，但係你同佢一齊或者經歷過嘅事情，你好深刻嘅。哦，你啲定義係咁樣樣。我反而覺得呢啲真係叫做拍拖啦。咁呢個咧就係第二個諗法啦。係啦，第二個諗法。日本酒は冷たい時と暖かい時と味がちょっと変わる。係。その違いをちょっと楽しんで。なるほど。咁佢哋呢個我發覺呢度係好多架生去做呢啲嘢，好犀利喎！哦，今45度。45度。45度が一番美味しい。45度係最好飲嘅，係啦。45度咧，喺呢度，いただきます。我飲落去係個酒精味行先咯 ，man 咗咯，man 係啦，即係 man 咗。但係佢凍嘅時候，佢酒精味唔會係行先噶嘛，佢係會一齊行，可唔可以咁講？即係同你一齊。係啊，同你一齊。めちゃめちゃ合います。你講多次。めちゃめちゃ合います。合います。係啊，超級匹配。柔らか牛タンにの。即係啱啱好啲時間嚟到。呢個すごいね。これ柚子胡椒、柚子ペッパー。係有一支胡椒。師傅，我哋要點食啊？其實就我幾驚你邊唔知先，我幾驚睇個好食咯，我覺得。少咧染埋嗰啲我哋慢煮嘅牛脷咧一齊食。啊！熱湯煮落去，煮咗幾耐咧？我哋煮咗8至10個鐘。哇！咁唔使訓練。點啊？即係你想試下要咁樣 set 度啊嘛，我 OK。我聽阿師傅講啦，搽咗呢個胡椒啦，有胡椒啊，胡椒對唔住。有乜？係真係好掂啊！即係因為其實好濃味㗎，加埋佢嗰個頭先嗰個有支胡椒，咁所以咧你要飲翻個濃嘅酒先可以 balance 到佢，所以就真係推介嘅，係嘅。看板商品があります。係佢話招牌貨。第二個即係咁擺啲入去嘅壽司。係咁擺啲嘢。Pan 師傅 ，Pan 導演，快啲影低師傅。哇唔得啊！我要介紹一下呢個海鮮卷先，我會叫做珍寶霸王熔岩海鮮卷。
簡單嚟講就係喺啲小卷上邊放咗吞拿魚碎，仲用咗一啲剝晒殼嘅蟹肉放喺上邊，最後係加上魚子，係好似熔岩咁流落嚟，搞唔掂啊！救命啊！邊度大份？哎呀，跌咗啦！邊度大份啊？你嚇到佢跌咗啦！係咪咁樣？好似火山爆發而家係。吞拿魚係咪中意食？你覺得我中意食咩？蟹腳，你又知嘅。我但係好唔甜啊！好真係有啲苦惱。我唔想拆晒。所以咪有個碟咯 ，baby。點啊？咁樣咬落去，不如你試下。你不如咁樣試下咬落去。得問試下你試下拆件啊！之前冇影響食肉啊！唉，呢個真係最 good 喎！你食辣唔辣得㗎？我辣得嘅，但係我麻麻地嘅，但係 wasabi OK 嘅。好辣咩？好攻味啊嘛！你有幾唔食得辣？你幫我吹下。冷靜啲，你幫我吹下先。未夠12點啊！未開家長指引住啊！仲合家歡時段啫，其實我哋吹下個喉啫，咩啫？呢個咩嚟啊？解釋啊！これは何ですサか？バまさかのシュリンプフライ。エビフライなんですけど、うちのはこういうカダイフっていうこういうラーメンみたいな感じ。そうそうそう、こっちめサクサクした。サクサクした食感が。好，考下師傅啦，聽過去。師傅介紹下中文版本。炸蝦啦，因為佢係類似一啲叫做旋風蝦咁樣咧，就係色嘅。咁我攞啲麵捲咗喺外面，上咗粉紅醬啦，捲咗喺外面炸到佢好酥脆嘅。即係你哋係翻到嚟就將啲蝦捲。係冇錯。哇，好辛苦啊！你平時幾點翻工㗎？你係咪溝緊我㗎？定溝師傅㗎你啊？啱啊，合作係啱嘅。有愛嘅表現。唔係啊！我搞到人頭先哋唔敢見到答我。咁多工序要做，又唔係頭先有個好勁嘅工序㗎，另一個。好熱好似。你唔好射我啦！你仲要係白色嘅，出唔到街㗎。試下先。我同生肉真係好夾喎。試下先。佢係好鬆脆啦，佢唔油膩啊！係第一樣嘢唔流利。我覺得佢仲比天婦羅嗰個仲好食。啲咧就係好似喺酒樓食一個好叻整嘅乾燒伊麵嗰個師傅。做乜係咁拍我啫？咁今日係男友嘛？咁樣拍。マサさんのはい、店ですね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紹介したいんですけど、はい、この店は何年目？この店はまだ1年10ヶ月で、この場所がすごい良かったんで、はい。まあ自分でやってみようかなと。魚とかもさばいてやってるから、はい。時間はかかるんだけど、やっぱりフレッシュなものを出してる。結構量がそうボリューム大事なんそうで。お得でね値段的そうそう。がお客さんから見ると。まあ、なんでかっていうと、日本の居酒屋ってもっと安くてはい。結構ボリュームがあって美味しいっていうのをやっぱり香港でも実現したい。そうですね。うん海鮮シーフード結構すごい新鮮だけどどこからなの？まあ、日本からが多いですね。半分以上日本からで、あとはやっぱ知り合いのサプライヤーから。はいはいはい。今日はいろい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其實唔經唔覺都同阿 Rob 拍咗拖2個鐘頭。如果你問我而家有咩感覺，我覺得其實佢都幾 sweet 㗎。雖然表面上我哋頂嚟頂去，但係起碼同我一齊都幾開心嘅。如果再想睇我哋發展成點，繼續睇落去，今晚未完㗎。我哋有冇可能一齊？不如你留言話俾我知，你覺得我哋兩個親唔親？希望大家 CLSS 我哋2KM，下集見啦！咁今日係男友嘛？咁樣拍拖嘅，咁樣拍拖，睇住。喂，冇發出聲音，會俾人咁啊。OK，我哋
喂呀，都睇到嚟呢度咯，睇下下集預告啦。個故事講到我同阿 Rock 飲完清酒，繼續追住飲，去對面手工啤專門店繼續飲啤酒。你有冇飲過冬陰功味嘅啤酒？唔跟頭先嗰個樣嘢嘅，好似 craft beer 即係手工啤酒，係專門店咯，你可以話。咁就同埋見到成個環境咧，係想大家去傾偈，唔好咁冷漠，唔好淨係望手機，唔好淨係呢度入啲酒都全部好分離嘅，係㗎。呢度不如我哋每人揀一罐啦，我就揀咗呢個啦。你係咪？佢真係冬陰功味嘅喎，最貴㗎。去到最後，我哋去 Times， 一邊飲住酒，一邊表白心情。想知道我哋有冇結果？留意第二集啦，拜。